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延续去年计划，今年补助22个剧团到全台湾超过200间学校巡回演出，要让各地头的学生囡仔拢有机会欣赏到戏剧。今年也增加计划，甲6个地方政府合作，要举办7场外台歌戏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 脱离戏剧的刻板印象，除了传统歌戏的忠孝节义内容，当部分歌戏团加入新的元素，搁参现场的囡仔人互动，唔但互囡仔愿意接触传统文化，也互剧团随新时代的口味做变化。 过去呢，就是讲啊，都看歌戏啦，吼，啊看这南管北管拢是敢若老岁仔人的专利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安尼落咱的传统戏剧可能会长进。互囡仔看创新的戏剧表演，团剧中心延续去年的校园巡演计划，补助22个歌戏、布袋戏、配角戏等等戏剧团队，为即马到11月要加入全台220间学校巡演，其中包括70间偏僻地区的学校。走进校园，吸引小朋友。 开始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台湾很多剧团还一直保留得很有生命力，我们必须给他提供很多舞台，让他表演，他才能够继续想出一些新的创作。去年的298所学校里面，有高达将近50%的学校开车开非常久，甚至还要坐飞机去的小琉球啊，或者是山上，让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戏曲的美。 请囡仔来看戏，除了延续去年的校园巡演计划，今年也增加儿童歌戏、参桃园、彰化、云林、台南、屏东甲台东6个地方政府合作，8月到11月举办7场外台歌戏表演，希望传统台湾传统艺术，增加囡仔对文化的理解甲欣赏能力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